至圣的上帝，阮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圣主，这是阮伫生命中间、伫生活中间一个真要紧、分别最圣的时刻。阮来敬拜你，是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恳求天父上帝，伫每一摆阮敬拜你的时，你拢因为你的疼来怜悯阮，用你的笑容，用你面的阳光。带阮脱离最最心中的苦楚，也伫阮敬拜时，你的荣耀慈爱，就热嵌伫你的圣殿，你的圣心就进入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心内。无论是亲自来到你的圣殿，或者伫因的厝祈祷，分别做圣，因的厝体，愿天父上帝你的圣神，拢甲阮三角地地。但即时，愿将所有侍奉的同工交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你互阮，无论是伫讲台聚会，或者伫下面大道，无论是中职，无论是教会的兄弟姊妹，每一个参与礼拜的人，阮心中的这段，拢互主你来用，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你的圣神用羊羔的保护。来高抹伫今仔日的聚会，互伊所宣读的圣经充满上帝你的权柄。求主你的圣神带来娱乐敬拜的心，进入思琴，甲每一个阮侍奉的同工，让阮伫你的面前，同心唱出天顶的诗歌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欢喜来接纳。愿伫你的面前，同心祈祷，我归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
讲，你若比听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声，搁行伊所看做合宜的事，留心听伊的诫命，守伊一切的律例，就我予出埃及人所拄着的破病，这较无予你拄着，因为我耶和华是支持你的。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57首，愿大家学乐上帝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得于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伯亚岛临难受苦，顶12个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共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这是做伙来启文35篇，以赛亚55章。囝若啉喙焦的，就来就近水；
也无钱的，恁就来买来食，来啊，唔免银，唔免价钱。来买酒甲面，恁啥事开费钱买迄个袂食的物？恁啥事着我伫迄个袂互人食饱的啊？恁着留心听我，就会食迄个好物。得着享受有你，互心欢喜。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。伫伊三千斤的时，求叫伊；歹人着离开伊的路，不义的人着改换恁的念头。归向耶和华，伊要怜悯伊。归向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骗行赦免。耶和华讲：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，我的路毋是恁的路，因为天怎样较悬地，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。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。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，也无搁倒转，就是润地土地，互地上富艺结实，互野种的有种子。互食的有美牛。我的嘴所讲出的话，也袂安尼决断，无空空倒转来我遮。是要食我所欢喜的，要互我所找已做的事得到亨通，恁出去要欢欢喜喜，得到引带平平安安。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，田野的树木拢要打手，清碧发生来代替草刺，江念树发生来替即个，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。做永远的证据，袂为真途。咱搁做伙来吟圣诗347首，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泉，请咱坐吟全首。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泉，树木青青水的路边，有时咱拄着大游轮那目屎，那经过大风涌的公海，免烦
咱做伙仰头来祈祷。阮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赏赐今日美好的圣主日，阮要来学乐你，学乐你是赐阮平安的上帝，你保守阮有健康，互阮会当来到圣殿做伙聚集敬拜学乐你。最近的疫情起起伏伏，阮身边的亲人、朋友也是同事。有人工作、课业也有受到影响，无论是隔离也是确诊，阮拢要感谢上帝，甲阮同在，相信主会医治，互阮有搁较好的抵抗力，平安度过疫情的病痛。听阮的阿爸爸，恳求你也赐阮对你而来的疼痛，来帮赞身边因为受感染。需要帮赞的亲人甲朋友，合适做一个会用行动关心人的基督徒。天父上帝，你知伫阮内面的欠缺，常常敢若想着家己的需要，敢若顾家己的代志，目睭常常看到虚假，阮的心真正需要学习搁较济的活向你，时刻甲阮同在主。阮要甲你同在的幸福分享出去，互阮身边的人因为阮感觉到幸福，互疫情无阻断人甲人中间的关心，反倒转来成做另外一种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阿门。上帝有讲，就是拄见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讲，就是拄见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讲，就是拄见世间的罪，使我平安。这是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，记载伫两位圣经。第一位圣经伫诗篇96篇第1节到第7节。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唱歌，着向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，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。因为耶和华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懊恼；因伫正生命的顶面，应该受敬畏。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，独耶和华创造遮的天。伫因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，伫伊的圣所有权能甲荣光。百姓中的特族啊，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乎耶和华，归乎耶和华。搁来看一位圣经，伫新约启示录14篇第1节到第5节。我搁看见羊羔徛伫顺山，甲伊伫地的有144000个，拢有羊羔的名，甲伊的爸的名写伫因的头遐。
我听见对天有声，亲像济济条水的声，也亲像雷大弹的声。搁我所听的声，有亲像弹琴的咧弹因的琴。因伫座位前，也伫死的画面甲长老的面前，所言的亲像新的诗。迄个诗无人会学习，独独对地上受买出的144000人话若定。这个人是毋捌着女色的，是真格的人。这个人是对羊羔，无论倒落去。这个人是对人的中间受买出的，做起头色的果子，献予上帝甲羊羔的。因的喙无白贼，因是无下厝的。这是讲道，生命是呕心沥血的圣诗，请曾牧师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圣殿作为主席，阮敬拜你。你是阮的阿爸天父，你是阮的上帝。当阮敬拜时，阮深深知影，你的听就要充满伫阮的生命中。阮何等的福气，会通亲近伫你的身边。对今仔日的圣经，阮知影，阮的礼拜是何等的宝贝，何等的重要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，带阮敬拜天顶的上帝。阮同心祈祷，我为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的圣经启示了14章，咧讲起一种的礼拜。关今仔日的圣经对咱兄弟姊妹是一个鼓励。启示了14章咧讲起将来有一日，伫天顶，上帝阳光施恩宝座前，要有一群真少数。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，但是到最后，伫世界末日的时，只有真少数144000人。这群人要伫上帝施恩宝座前，甲上帝做伙到永永远远。我一直咧问讲，到伫迄日，我敢有迄个福气，是伫这144000人的内底。所听遐这。你敢确保有一日咱会当同心伫天顶的上帝施恩宝座前，咱就是这144000人中间其中的一个。耶稣讲，天堂的门是细，天堂的路是矮，进入的人是少。无拄拄像耶稣讲主啊主啊的人，拢一定将来会伫天堂的中间。那安尼心中的人，伊是属于今仔日圣经甲咱讲，这144000人，伊应该有心中的特别，伫人生中间。检查有一日，咱到上帝的身边，伫天堂的门口，咱甲上帝讲：阿爸天父，我倒来啊！但是迄个门检查无为咱开。咱要伫遐抗议讲，上帝，我为你起足大间的礼拜堂，上帝，我嘛为着你的教会赚足侪钱，上帝啊，我嘛做真侪圣事，我嘛真够讲道。但是天使检查甲咱讲，你是甚物人？伫即个名单的顶悬，我较无看到你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日个礼拜对咱来讲真重要，真重要。伊讲起，这144000人徛伫上帝的施恩座前，伫迄个所在有天顶的天使，有12个长老，这144000人就亲像交响乐团，有乐器咧弹，这群人就伫遐唱出一条真水的歌。受启示的这个约翰，伊受到真大的感动，就亲像咱去真大场、真好的这个交响乐团的音乐厅，
咱伫个礼拜中间就受到真大的感动。约翰讲，我听到这条诗歌，非常的感动，好亲像是一条新的歌，未捌听见。天使甲伊讲，这条歌是世间熟悉去的人因学袂来的歌。这段圣经一直伫我的心内，伫我的心内。第一个疑问，我咧问讲，是甚物歌学袂来？较戆的人，若肯学，都学会晓。那安尼，这个少数会当唱出这个诗歌的人是甚物人？我有一个感动，这群人就是，因毋是用嘴唱歌，因是用因的心，用因伫人生中间精进所流的汗水、血水。所以有一条歌是世俗人学袂来。这条歌是圣神的帮助中间所得到的感动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来领受今仔日圣神要甲咱讲的话。今仔日圣经甲咱讲什么？我会去注意到这段圣经，其实我60几岁头一摆去注意到这句话，是一条学不来的生命之歌。我注意到这段话是伫拄顶个月5月30，伫荒漠甘泉咧读荒漠甘泉的内底，我读到这个作者伊所讲的这段圣经章，我心内切一个讲，较有遮尔宝贝的圣经，我到64岁啊，还阁无去注意到，这是上帝的提醒。所以我伫带着迄种的感动，心内好奇。头一个我就去想讲，上帝啊，这到底你要甲我讲什么？然后我发现这个作者，我真好奇，为什么伊读会晓圣经？一本圣经700样人，平平做基督徒，但是有个人都亲像咧看漫画小说，安尼看过清清彩彩，但是有个人就是句句顶真，抓会到重点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这个作者原来就是一个目睭青昧的人。这个人后来做牧师，伊伫20岁时患病，去找医生，医生甲伊宣布一个足无好的消息。伊讲：“你的目睭伫要青昧。”伊讲：“敢无药通医吗？”20岁时阵，伫瞬间，伊青昧。伫迄个困苦病痛的中间，伊拜托伊的爱人，伊的未婚妻，甲伊讲：“你陪我行人生的路好吗？”这个查某囡仔甲伊讲：“我较有可能一世人甲你做伙，那安尼我的人生就乌有去啊！”所以，这个查某囡仔就离开伊。对伊个时间，伊感觉真孤单，伊一世人无结婚。甚至到中年的时，照顾伊的妹妹，相依为命的妹妹，也恋爱，要结婚。所以伫迄个瞬间中间，伊感觉，那安尼伫世间，我有甚物人通倚靠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伊到落尾写足个圣诗，其中有一条圣诗，我有铺伫咱的赖族群、教会族群。你若无注意到，你搁重新倒去听。迄条歌的意思就是讲，用不主觉的爱，永远无隔断的听。无有任何的事，无有任何的人，虽然我是孤单，但是无有任何事、任何人会通隔断咱的天父上帝对咱的听。这就是天顶的圣徒所咧唱的诗歌之一。兼在所有亲人拢离开伊，但是独主耶稣无离开伊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来读今仔这段圣经，伊讲，伫上帝十分宝座前，有一群人因咧唱一条新的圣诗。这条诗歌无人会晓学，无人会晓唱，独什么种的人？独就是予耶稣基督宝血赎回，予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所买倒来，这群属伫主耶稣基督的人。伫这个所在咧讲卖出。伊的意思就是原本伊是一个奴才，但是因为主耶稣投放伊，
互伊成做一个自由的人。即种的人的心内一定是满心感谢。所以，今仔日个经文讲，这群人伊的头壳顶有带着一个印记，伫即个头壳顶顶悬写一个天父上帝的名，耶稣基督的名。所以，这咱拢常常讲，伫我的头壳下顶有一个耶稣基督十字架，恁会记吗？古早的奴隶，伊的主人常常伫伊的面、伫头、伫手，会甲伊刺字，特别是罗马帝国的奴隶。伊要互人一看就知影讲，即个人，伊其实就是一个商票，伊是上某某人。特别若是无乖逃走的奴隶，去互人掠倒倒来，伊会伫伊头壳顶悬，甲用一个火烧的一个铁啊，就甲伊当一个字 F。迄个意思就是伊逃走，伊是一个逃走的奴才。就是讲早中国若掠着迄个犯人，会甲刺一个囚犯的囚。伫罗马的庙的内底有石头刻奴隶的祈祷文，因伫庙内底甲因的神明祈祷讲：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求你互即个字无去，安尼我就得到自由，我就无搁再带着一个见笑的记号奴隶。所以因安尼祈祷，当然无一个奴隶伊的即个记号是无去的。伫到今仔日，咱所读这段圣经是将来伫天堂的礼拜。伊讲七群人因的头壳遐顶悬要带着一个记号，就是因的天父上帝的名。这群人是用耶稣基督回所买倒来，所以因心甘情愿，因为耶稣基督会听。所听的弟姊妹，今仔日牧师甲咱分享一个字，叫做呕心沥血，还是呕心泣血。这个意思就是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。这个中文的意思就是尽所有一切的力量，拼命，用咱的生命来荣光天父上帝。这就是今仔日的圣经。愿这段的圣经感动咱大家兄弟姊妹。咱问咱家己讲，我甘愿意有一日，我会当伫天堂的所在，伫上帝的面前。我会当有迄个福气，参加遮尔大的天顶的礼拜来敬拜上帝。逐个人唱无共款的声，但是逐个人的伊的生命迄条歌，其实就是伊伫人生中间伊的生活，伊的生命。所以到天堂的时阵，每一个人所吟的诗歌是无共调，但是拢共一种的心意，就是圣在，圣在，圣在。俄罗至圣的上帝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明白一项事，因为我问上帝，问圣神伫基督的中间，我咧思考，我问我家己讲，是安怎？较学袂晓。后来上帝感动的中间，伊互我搁去回想着圣经中间讲真侪。学袂来的人，其实因内底无心啦。有真侪基督徒，毋是真侪基督徒，真少数的基督徒，伊做一世人的礼拜伫教会内底，伊自称做基督徒，但是伊永远都无享受到甲上帝同在迄种的幸福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讲，上帝个奥妙，世间人属血气的人。因看嘛看无，听嘛听袂明白，想嘛想袂清楚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恳求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咱毋是这个好唔好？咱甲主祷讲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我知我毋是一个有智慧、真巧奇的人，但主求你互我，毋是这种的人。主求你怜悯帮助我。互我会当亲像这14000个人中间，这种的荣耀的基督徒，主我要用我的一生，主我要学落你，尽心尽性，主我要学落你，尽心尽性。伫咱的教会的祈祷会，咱真爱吟这条诗歌，
可能恁无一定真爱吟这条诗歌啦，但是牧师常常用这条诗歌做咱的祈祷。但是愿恁真正，愿咱真正对心中欢喜讲，主我要学落你，尽心尽性。愿主甲咱三个伫地。今仔日咱所吟的第二条圣诗，这条圣诗的名叫做“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的好见”。伫咱的人生中，敢有真侪诗歌、圣诗感动咱，咱有当时伫无意中，咱就出声就吟。咱毋知影伊的作者是啥物人，咱嘛毋知影伊到底是拄着啥物代志。但所听兄弟姊妹，伫圣诗内底有足侪的诗歌，拢是因为因甘着目屎，伫咧人生中间拄着艰难，因才会当写出来即种的遮尔水的祈祷词。所以今仔日第二首的圣诗，第三首的圣诗。伊个今仔日一开始，我要甲恁讲的，拢甲圣诗有关系。这个圣诗的作者检查伫将来，就是伫天堂，咱咧做礼拜14000人其中的一个。圣诗347首，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的好见。咱若拄着心内郁卒的时候，咱常常拢会去唱这条诗歌。这条诗歌是一个美国的律师。伊几乎家破人亡，我毋知影啥物原因，恁会当去Google看卖，检查恁会当找到迄个故事的细节。但是这个人伊一生中间拄着家破人亡，伫伊感觉最孤单、最失志的时，伊就写出这条的诗歌。兄弟，上帝上爱，上帝宝贝，这种的祈祷的诗歌。佮第二条诗歌就是一个足出名的姊妹伊所写的。这条歌我想咱不但会晓唱，咱可能多数人上无会晓朗朗上口背第一节几句。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对吧？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伫伊胸前。这条歌是一个青梅的查某囡仔，甲拄则我甲咱讲，这个经文互我感动的这个作者，拢是青梅。这个囡仔，这个老阿嬷，伊搁较可怜，细汉还未10岁，可能3岁时我印象，伊就半病发烧，后来就青梅。这个人的名叫做芬妮啊，你是芬妮，我是黄圆哦，毋是迄个芬妮哈。这人真正英语的名叫做 Fanny Crosby。足出名的圣诗的作者之一，这个人活到93岁，伊最后离开世间的时刻是伊坐伫伊的房间卧房，咧画一张批，互拄着郁卒艰苦疑问，因为这个芬妮这个人伊写真多的圣诗，所以圣诗嘛安慰真多人，所以全世界各所在有真多人会写批。去甲即个老阿嬷拜托讲，阿嬷，请你安慰我，我拄着啥物。即个阿嬷93岁的时阵，伊伫伊的桌顶咧画即张批，还未写了。后来趴伫桌顶，上帝带伊到天堂。即个查某囡仔伫伊8岁的时，伊甲上帝讨一项，主我要一生快快乐乐。主我要一生快快乐乐。所以，爱的姊妹，上帝真正互这个真不幸的查某囡仔，后来一生真做伫主的听的内底充满喜乐的一个人。我要甲这个故事讲互我的查某囝听，有特别有感动，所以有嘛甲我回应讲，主爸爸，我甲上帝讨讲，我嘛要一生快快乐乐。所以听的姊妹，恁若伫礼拜中间有听到讲道、听到圣经，心内有感动，迄毋是牧师真够鼓励恁，是上帝将这的话要带恁进入上帝幸福的梦的内底。所以听的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的生命常常有一条歌。这个Fanny Crosby 这个人，伊阁有写另外一条诗歌。可能咱拢听过，喜乐阿嬷真爱这条歌。喜乐阿嬷讲 ：“This is my song, this is my story。”这是我的生命的歌，这是我的故事。这条歌
中文该翻译做有福的确据，伫咱的圣诗内底无这条歌，但是伫其他的圣诗的版本的内底有收录这条诗歌。我幸福是因为我有耶稣。所以，爱弟姊妹，你敢有经历这种的心境？搁有咧，有一条歌，何等伟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哦，这条歌若咧听咧唱的时，应该爱徛起来，特别抬头挺胸仰望天上的日月星辰。这条诗歌就是一个瑞典的牧师后来做牧师伊伫一日大风雨，但雷公乒乒叫落大雨的时，惊到伫咧大风雨中间，伊真着惊。后来就真着惊了后，伊将迄种的心内的惊吓，就将这个歌词写出来。主啊，虽然是大风雨，但是伫天顶天地中间，我知影你何等伟大，你真正伟大。所听的姊妹，伫天顶才会圣赛，伫天顶才会比咱较大升伫上帝身边的，属于主耶稣基督，至始忠心，至始忠心，永远跟对主耶稣基督，这就是这点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咱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讲阿们。主啊，愿我有一日会通有稳定的门为我拍开，我会通徛伫天堂的所在，我会通进入你的受恩宝座前，毋是用我的喙唇，是用我的性命。我是带我伫这个世间一生的年日中间所挖出来，迄条生命的诗歌，带到上帝你受恩宝座前来敬拜你，甲你讲阿爸天父，我倒来啊！阿爸天父，这就是你所赏赐我的人生。主，我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。兄弟，你愿意？你是这中间其中的一个嘛？俄罗是一个足要紧的纪念。我的阿公，我的先人甲我讲，我的外公做牧师的时候，有时拄着迄种无法度处理的，就是犯着鬼。所以我听我的师大人、我的长辈因咧讲起，当时初代的教会，咱台湾的初代的教会，因若咧赶鬼的时，头一个就是大声吟圣诗，好大人基督，我就吟真侪圣诗。伫俄罗的时间，上帝荣耀同在，连迄个鬼吼也挡袂牢，因为伫吟圣诗的时阵，迄个鬼就互上帝官灵甲迄个俄罗的官兵赶出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回想咱家己，你有偌久毋捌俄罗上帝？主啊，你是安那人点点无爱讲话？主啊，我甲你祈祷，是安那你拢无回应？主啊，你伫什么所在？主啊，遐无公平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这种无明白的话，咱兼讲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你何等伟大！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用阮的一生唱一条俄罗的诗歌。这就是咱礼拜中间最后咧吟迄条诗歌，叫做《上迎》，就是将阳光归伫天顶的天父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天顶所咧吟的诗歌，应该只有一句话：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；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因为主的阳光，因为主的慈爱，因为主的权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那安尼，咱安静来读这段圣经，今仔日的圣经。今仔日的圣经4篇到16篇，咱应该甲背起来。第1节到第7节，实在是真水的俄罗斯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恁着用摇花唱新歌，全地着用摇花唱歌，着用摇花唱歌，祝写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阳光，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。因为摇花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恶乐；伊伫正神明的顶面，应该受敬畏。一个无经历着上帝，还是讲无真正担着上帝稳定滋味的人，无法度写出这种的
祈祷书，无法度写出这种的学了。所以，姊妹，愿上帝用伊的恩典，用伊的慈爱，望着咱每一个人，望着咱每一个人，互咱对心中，虽然咱毋是有迄种的文书，会晓写诗歌的人，会晓作曲的人，毋免。咱对心中用迄种五音不全，咱心中用迄种全然对上帝敬畏的心讲，11个，11个，11个，应是我的荣耀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我要甲咱做两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，用咱的人生来唱歌，呕心沥血，欢唱生命之歌。有一种诗歌是用嘴唱的，但是另外一种诗歌是用目屎流泪撒种，就必欢乐收割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赏赐咱的人生，咱家变换成做一首荣耀上帝的诗歌。用咱的日子，第二，今仔圣经讲，这群人因带着上帝的记号、上帝的名，所以对今仔日开始，无论咱去到什么所在，兄弟姊妹，你爱会记得，就亲像咱的手中有挂一个手指，我是做人的丈夫，我是做人的负责人。咱带着这个记号，我就是耶稣基督，用伊的宝血所买得来。我一生要为伊来活，所以第一个我要甲咱做的这个祈祷，就是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尽心尽性尽力尽意。主耶稣讲，伫这世间中间最重要，恁的生活的任务，对尽心尽性尽力尽意，听天父恁的上帝。兄弟，冰冰吗？你愿意吗？愿咱甲主讲。主，我当然愿意。你若肯接纳我对你的学了，我何德何能有这种的荣幸，会当徛伫你的面前来学了你？愿天父上帝帮助。诗篇96篇第1节讲：恁着昂耀我唱新的歌，恁着昂耀我唱新的歌，全地着昂伊唱歌。着昂耀我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的生命是一条新的歌。以前检查咱唱口调啊，但是今仔日开始，咱要唱喜乐的诗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改换咱的人生。所以代表讲，伫上帝的恩典的中间，你要唱一条新的歌；伫列邦的中间。讲起！伫咱的生活的中间，所有的咱的生命、咱的精神、咱的存在，就为着讲起这个意思，就是表明上帝伫咱人生中间伊奇妙的所在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这就是拄则牧师甲咱分享晨间末道内底，这是对澳洲的祈祷的诗歌翻译出来。主，我要学了你，尽心尽意。我要保养你奇妙的所在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对心中咱敬拜一个堪得咱敬拜的上帝。咱甲上帝讲：主，我要用我的一生，用我的家族，用我所有一切，不但将来伫天顶的施恩宝座前，伫我人生的每一个情景的中间，拢学了你。就亲像牧师甲我分享讲，初代教会遐过去无真好的精神疾病的医生，无真好的医疗、精神科医疗的医生，但是有真侪精神状况拄着问题，因着更较努力吟诗，就亲像保罗甲西拉受了伫罗马的监狱的中间，你会记得《使徒行传》迄个故事？因讲伊伫监狱的中间暗时，保罗甲西拉就大声吟圣诗。人家连监狱个倒落去，门开去，可能因真有肺活量哈，就人家有共鸣了，所以迄边嘛会倒落去。这个话其实毋是安尼解说，这个话就是咧学讲起，得时不得时拢学了的大观念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所以今仔日个礼拜，愿天父上帝圣神。将一首永远唱的诗歌是你，是咱每一个个人
一首永远唱的诗歌，一首永远唱的诗歌。直到有一日咱要去天堂，咱要带这条诗歌去见咱的上帝。咱甲上帝讲感谢你，我一生有低潮，有高潮，我的人生有死荫的山谷，嘛有上帝你充满慈爱、高跳、喜乐的时刻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无论心中的时刻得时不得时，愿咱拢学了咱的天父上帝，咱伫伊的面前，咱无做亲像耶稣所讲，只会看袂明白，听袂清楚的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将智慧的灵放伫你的心内，因为若有上帝的圣经伫咱的心内，咱就会通明白上帝一切奥妙的事。敢有影？有影？敢有影？有影？愿天父上帝帮助。耶稣讲，恁是有福气的，阿免吗？耶稣活倒转甲伊的身边的门徒，甲因讲，恁是有福气的，因为恁有目睭通看，因为恁有耳孔通听。所听的姊妹，咱是有福气。而且福气极大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无论什么种的境境，我无看路，因为我知你是我的倚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圣诗启示录第14章第3节，伊讲因所吟的诗歌是一条新的诗歌，是无人会通学习。这种的诗歌毋是学来，这种的诗歌是圣神予人的。这种的诗歌是圣神伊亲自，伊将这个话甲诗歌放伫迄个困苦、各种的情景的人因的生命中间。什么人学袂来？就是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。马太福音13章15节，耶稣讲，这种的人伊耳孔吼塌了，伊的心哦。去互油，油包起来，伊用安尼形容。伊的目睭是有目睭通看，但是安那，伊无愿意看。所听的姊妹，就是咧指属世俗化的人。圣经讲，属血气的人，因欺骗家己，自以为是，因毋接受，因毋肯接受圣神对因的苦劝。因感觉信耶稣是一个足拍算、足戆的代志。因无将上帝当作上帝。罗马书保罗第1章第21节，伊讲：因虽然明明知影有上帝，但是却无将耶和华当作上帝来敬拜伊。因明明知影耶稣是救主，却无愿意尊敬耶稣。做伊的救主，所以因的内心就黑暗，因的内心就虚假黑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明明古早是将人类所拄着属灵的这种的欠缺，讲互咱知，独独只有听上帝的人，才听有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做伙手牵手，咱互相鼓励。咱的嘴是要来学乐，毋是要来埋怨；咱的心是要来充满学乐的诗歌，毋是要充满迄个自爱自怜的口条啊！求天父上帝将这个忧伤摕掉，就亲像大卫伊嘛捌忧伤，但是伊将忧伤变做快乐。伊讲：我要怎样伫外邦唱出耶和华的诗歌呢？阮受了做奴隶到巴比伦，阮流目屎都袂付啊！所以毋通搁再学了，将琴吊伫柳树顶悬。大卫是一个真后将这个忧伤变作欢喜的一个信仰的长辈。愿圣神帮助咱，主帮助咱，将忧伤变喜乐，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。什么所在是上帝施恩宝座前？
就是你人生生活的每一个情景，无论是上班，无论是你的家庭大小事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人生的情景的中间，归荣光天父上帝。第二，我要甲咱分享，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记号，伫咱咧互相祝生日快乐，逐礼拜的生日的祈祷的中间，无事拢会为着生日的人用油抹头壳。每一个兄弟姊妹若到家己的生日的时阵，常常拢会当第一要来到教会，做伙伫徛伫上帝施恩宝座前来领受。这就是因为咱相信，当咱用油抹伫头壳顶的时阵，就亲像今仔圣经咧讲起144000个。我毋知为什么上帝要启示，圣神要启示，约翰讲伫天顶将来是144000。有真侪解说，但是拢解说无一定是真妥当。但是真侪圣经的学者、牧师拢努力要解说。我感觉咱毋免去互即个字白条咧，真简单，就是咧讲起即群人就是伫世界末日，要伫上帝施恩宝座前，天顶上帝宝贝的行市，安尼就好。原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！我常常要用祈祷，我要将我的头毛安尼掀起来。主啊，求你甲我做记号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原来来到主施恩座前，今仔圣经约翰伫异象的中间，伊讲：我去看见羊羔就咧指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徛伫耶路撒冷的城边仔的锡安山，顺山就是锡安山。我看见耶稣徛伫锡安山。有甲伊做伴的有144000人，因的头壳遐顶悬，因的头壳遐顶悬，有写着羊羔的名，甲因天父上帝的名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车拢爱后壁甲搭一尾鱼啊，对吧？咱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无论咱是什么种的生活方式，咱拢要表明咱是属于耶稣基督。较要紧，毋是咱吊一个十字架的破链；较要紧，毋是伫咱的车后壁搭一尾鱼仔，代表出入平安、凡事平安。较要紧是咱的心内中间，咱知影，我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我是代表，我是耶稣用伊宝贝的活命，甲我改变的。这就是记号，原来伫主的面前会记念。这个记号，何等的宝贝，何等的神圣。所以今日，咱亲像结婚、交换信物，互相誓约，伫主的面前讲：主啊，我愿意。咱就带着一个活命的记号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常常甲你的记号切落清气，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用咱的生命来荣耀咱的上帝。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，你的心若正直，这个记号就清楚。主帮助咱，咱是真正的生命。我将我心中的感触，甲咱参详，甲咱分享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有一日，咱来做伙到天堂来敬拜上帝的时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敢有较无迄个礼拜，咱会当相见面？你敢有较无？伫天顶的礼拜，你有份伫迄个中间。咱甲主讲，主这是我心中深深较无，主叫你帮助我，耶稣属我。顶礼拜我甲咱分享即句话。这是第3摆，我搁再读一摆，因为信仰的前辈甲咱讲，咱的生命需要有至圣、圣洁、有价值的事。圣经讲分别最圣，圣在、圣在、圣在。咱的生命需要有一种
比这清用搁较宝贝的事。或者你问你家己，伫祈祷中间，你问上帝，处伫我的人生中间，有甚物事比这清用搁较重要？天父上帝帮助咱。顶礼拜咱咧讲起生命的水，一个美丽的活命，伊需要有甚物种的特质？牧师甲恁分享4项。第一，一个人心水，面就水；一个人心好，做代志就好；一个人若有上帝的性情伫伊的内面，伊的性情就神圣。一个人伊的路所插的标，若是用上帝天国，成就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，伊的生命就要有份伫上帝伊的荣耀的国度。那安尼，今仔圣经甲咱讲，这144000人，恁得去，恁免做笔记，圣经摕起来，圣经早就为恁写笔记。第14章第4节、第5节讲到5项代志，恁斟酌安静思考。伊讲，这群人是白目目着乳色，是贞洁的，意思就是守贞，持守伊甲上帝的约。伊用这种的婚姻的关系来比拼人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圣经咧讲的无清气的人，是咧指离开上帝，去追求世间的荣华富贵，拜马门。第一，伊咧讲起伫上帝的面前持守救恩的约。第二，这个人是到死至死忠心，就亲像伫启示录的头前以弗所的教会，上帝讲因到死嘛尽忠。这群人是军队羊羔，无论耶稣去到什么所在，因对调调。第三，这群人是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所带倒来，伊的意思是耶稣将过去努力迄个记号、迄个刺青，甲你洗掉。耶稣将上帝荣耀的面放伫你的内底，意思就是耶稣用伊的疼所赎回讨放的活命。第四，这群人用因的生命。这群人用因的生命归荣光给天父上帝，献上生命的活祭。第五，伫第5节的中间讲，因是无讲白贼的人，因是无下事的人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吗？咱做伙伫上帝的面前，甲天使、甲历代过往的基督徒。到永永远远，咱做伙伫上帝面前，咱做伙唱这条生命的歌，用你的一生，用你的一生来唱出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阮恳求主你帮助，互阮伫主你的灵面的中间。阮受你的接纳，阮受你的扶持，主恳求你怜悯帮助阮，伫阮失志软正内心的事，主耶稣求你怜悯我，亲像大牧者，你带阮行天路，一直向前。主耶稣求你亲像牧者，带阮行天路，一直向前，直到有一日。阮来到上帝施恩荣耀的宝座前，阮会当感得有这个荣耀，通进入你的至圣所。主，这是阮心所求，奉耶稣基督你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
咱即次做伙起立来念圣诗456首，耶稣的手扶持我。请坐，咱即时来准备奉献。
咱即次做伙起立吟奉的诗歌。请坐，平安礼请曾牧师。咱今仔真欢喜，有亚军甲伊的先生对澳洲吼，都来甲咱做伙做礼拜。我想演讲说足欢喜。啊，咱欢迎伊带因的囝婿头一摆。We are welcome you to join our service。这是一个通欢喜的代志吼，咱的家庭若有咱的囡仔结婚，啊，特别是亚军，伫出外结婚，咱拢无机会通甲伊斗人欢喜，今日真欢喜，因倒来到咱中间吼，上帝祝福恁吼，上帝祝福演讲遐恁的家庭。也即咱伫即个疫情的过程顶悬有真侪的功课甲学习，噩梦真紧的过去，噩梦真紧的过去，家己顾好，咱也感觉小可怪怪，赶快驶吼，牧师嘛做认真快驶，有阵时快驶拢无代志，但是过2-3工变一条线变2条线，这是笑话啦吼，真正是驶子吼，当时牛的时阵，我拜三牛一改一条线，到昨一看，较变2条线，我想哎惨啊，这毋就是到底是安怎？快驶是头前但牧师讲要甲我拐起来啦，无遐严重吼。所以兄弟，咱上帝照顾咱用这诗歌来互相祈祷吼。特别为着伫网络顶悬做伙做礼拜兄弟，上帝照顾恁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恳求你怜悯帮助台湾这个社会，互这个疫情来得到控制。虽然感谢你，圣书院有一阵真认真打拼，伫台湾咧固守人健康的防疫团队以及医疗的单位。虽然恳求你保守这医疗单位所有每个节辛苦的这护理人员、医生。甲真侪行政的同工，虽然恳求主你保守因，伫上危险的所在，你享受你的帮助，互因一直出去。虽然为着所有阮的厝边、阮亲爱兄弟姊妹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。互阮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拢得到主你的保守。愿你会听，像你今仔的圣经讲，确认，伫遮会属于你的囝儿甲查某囝，使阮追求你的怜悯甲帮助，互阮带着你羊羔的保护，互所有的遮的伤害黑暗的关系离开。就听阮的祈祷，伫阮的家庭，伫你的教会，也伫台湾社区的大家人，专特别为着心内有受搅扰，无论是惊吓、不安看路，甚至感染疫情了后，着急。
来听候回复的每一个人。主你拯救阮，拯救阮脱离所有一切的歹。阮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，上帝你是阮的拯救。所以感谢我你，恳求你特别伫阮的教会年长的长辈，保守因，互因无受到病毒的感染。我嘛为着细囝来恳求你，互因会当紧紧接受疫苗的帮衬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亲像听候天光的囡仔。主，阮亲像听候天光的囡仔。主，恳求你，将你的救恩放伫我的中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咱甲咱身边的人讲，耶稣听你；咱甲咱身边的人讲，耶稣听你。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郭宏儒、赖淑智甲萧清芬咱来为着这生日的人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特别为着这礼拜生日的宏儒、淑智甲清芬，阮恳求天父上帝你怜悯帮衬，你照顾因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，互因伫你的恩典的中间，因会通成做一个生命好的管家，用因的一生来荣耀上帝。主伫每一节，互因唱俄罗的诗歌，唱生命的歌。将主你的恩典写伫因每一节的歌词内底，转伫你面前，将生日的人交伫你的手，愿你施恩赐福，祈祷我个所有圣名，阿门。咱下面来请师会来报告。这是我来报告。汀州聚会，请咱较直看。本州聚会。礼拜日透早9点半伫礼拜堂，祈祷会礼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，青少客聚会暂停，查经班礼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2楼，圣港服侍后礼拜诗会单美秀执事领诗暂停，司琴刘玉明先生书宪。张世昌和数基执事交代第一组爱餐暂停。圣安宫读经表，请咱照这顺序家己来看。机体交通第一，亲爱兄弟平安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采取谨慎的自我保护措施，直到咱无法度亲像以早安尼自由的三角聚会，非常孝念大家。愿上帝保守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深信主的恩典教应，日子安那，力量也要安那。第二，疫情期间，我靠上帝小心做好自我防疫，唔通惊吓。若有必要，自主管理会当伫厝参加线顶聚会，邻里合一。彼此守望，互相代祷。第三，生日，郭宏儒、赖淑智、萧清芬，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然后出入则向咱过价反映。代祷事项：第一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；第二，为心心欠安、丁丽华、庄严、詹达、庄仁聚、黄宏仁。郭陈秀霞、吕学兴，以及为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。第三，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祈祷，为升学的代祷，高中的有惠安。第四，为适婚情人的婚姻代祷。第五，为
姊妹教会大岛富林一集德克达雅，这是咱做伙起立吟上营的诗歌508首，吟诗线请曾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听从、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这事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闭会。